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條片。今日想同大家傾下投資界一本頂級不朽經典，亦都係無數指數投資者嘅啟蒙聖經《漫步華爾街》。呢本書係由普林斯頓大學嘅經濟學教授帕頓馬基爾喺1973年首次出版。自從呢本書面世之後，佢簡直就係單挑成個華爾街嘅金融精英，仲掀起咗一場長達幾十年到今日都未完嘅投資革命啊！書名寫嘅隨機漫步聽落好似好浪漫，但其實係一個嚴肅嘅經濟學術語。馬基爾喺書入邊用咗一個好傳神嘅比喻，股票價格嘅短期起伏就好似一個飲醉酒嘅大佬喺廣場嗰度戇居居咁行路，完全係冇定向，不可預測嘅。你話知佢上一秒向左定向右，你永遠都冇辦法根據佢行過嘅腳印去精準預測佢下一秒會踩去邊度。而呢本書當初一出版就已經震撼成個財經界，最主要係因為馬基爾喺書入邊放咗一個震撼彈。佢就話一隻盲咗眼嘅馬騮隨手攞支飛鏢掉去財經報紙，靠咁樣揀出嚟嘅股票組合，佢嘅回報率竟然同華爾街嗰班百萬年薪、非常之精英嘅投資專家精心挑選嘅組合一模一樣，甚至咁高添啊！呢本書嘅核心目的就係要用最鐵面無私嘅歷史數據話俾普通人聽，唔好再妄想靠好運去戰勝市場，擁抱市場嘅平均回報先至係真正嘅大智慧啊！要明白呢本書當年點解會引嚟咁大爭議，我哋就要將時光倒流翻去1970年代嘅美國華爾街。喺嗰個年代，金融市場係有一班高高在上嘅基金經理啦、分析師同埋投資顧問去壟斷。佢哋着住不停嘅西裝，向普通大眾收取高昂到嚇死人嘅管理費同埋交易佣金，吹噓自己有神仙眼，可以睇住水晶球幫你揀中飆升股啊！但係同一時間喺學術界嗰邊，以芝加哥大學為首嘅經濟學家就開始提出有效市場假說。馬基爾身為頂尖經濟學教授，佢睇翻數據就發現一個好殘酷嘅真相。絕大多數收得好貴、自命不凡嘅主動型基金，長線落嚟嘅回報竟然連市場大盤都打唔贏。為咗打破呢班華爾街大佬對投資話語權嘅壟斷，馬基爾就決定寫呢本書，用最通俗、最抵死嘅語言，幫普通老百姓一巴掌打醒華爾街嘅神話。我哋即刻睇下第一個核心概念：資產估值嘅兩大流派同埋歷史上面嘅瘋狂泡沫。第一步，馬基爾先同大家拆解華爾街喺100年嚟大家用嚟炒股或者買資產嘅兩大派系。第一種咧就叫做穩固基礎理論，呢一派咧就好理性，認為無論股票定係房地產都係一個可以實實在在嘅內在價值。只要你仔細研究間公司賺幾多錢，未來派幾多息，用嚴格嘅數學公式就可以計到佢嘅底牌。當股價跌到低過呢一個穩固基礎，就係買入嘅黃金機會啦。而第二種咧就完全相反，叫做空中樓閣理論，係由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提出嘅。呢一派就認為一間公司本身值幾多錢根本就唔重要，最重要嘅係群眾心理。投資並唔係計數，而係一場盲從選美比賽。你唔使揀你真心覺得最靚嗰個，你只需要估中最多評判會投票俾邊個，咁樣就可以贏啦。只要你買落去之後，後面就有一個更加傻嘅大笨蛋，願意用一個更高嘅價錢同你接盤，你就可以賺大錢啦。馬基爾喺書入邊用咗好多歷史事實去警告大家，空中樓閣玩到盡頭會有幾悲慘。佢先講17世紀荷蘭嘅鬱金香狂熱。當時一粒珍稀嘅鬱金香球根，竟然可以換到阿姆斯特丹運河旁邊一棟連花園嘅豪宅。書入面仲講到一個真人真事嘅笑話，有個不知名嘅外國水手，唔將一粒價值連城嘅鬱金香球根當成普通洋蔥，切碎配埋條飛魚吞咗落肚，結果就係因為食咗一棟豪宅就坐監啦。之後佢講到18世紀英國嘅南海泡沫，連人類歷史上最聰明嘅科學家牛頓都頂唔順誘惑衝咗入去，最後輸到要破產咯。牛頓事後就留低咗一句千古名言：我可以計到天體運行嘅軌跡，但係就計唔到人類可以有幾瘋狂啦。馬基爾仲加上近代嘅網絡泡沫。
喺90年代尾，一間做魚油嘅傳統公司叫做 Zapata， 高層就宣稱公司要轉型做網絡門戶網站，連業務都未開展，只需要個名上面加個 .com， 股價一日就可以瘋狂飆升幾倍啦。馬基爾就指出，歷史係不斷證明，當群眾盲目相信空中樓閣，理性嘅穩固基礎就會徹底崩塌。最後留低嘅淨係得毀滅性嘅股災啊！嚟到第二個核心就係華爾街兩大選股策略嘅致命盲點。跟住落嚟，馬基爾喺書入邊用咗好多證據去狠狠批判華爾街專業人士揾食嘅兩大絕招，就係技術分析同埋基本面分析啦。對於技術分析，即係睇嗰啲走勢圖、K 線形態、交易量去估聽日升定係跌嘅做法。馬基爾係直接嘲笑呢啲係華爾街嘅占星術。佢喺書入邊分享咗一個自己做嘅經典實驗。佢叫班學生用擲硬幣嘅方式去決定一隻虛擬股票每日嘅漲跌。正面固然就代表升，而反面就代表跌。最後，學生根據擲硬幣結果畫出嚟嘅隨機走勢圖，當佢攞去俾華爾街班資深技術分析師睇嘅時候，班專家竟然好認真咁話：呢個真係極之經典，於是會大爆升嘅買入信號啊！馬基爾借此狠狠諷刺，技術分析師只不過喺毫無規律嘅隨機集訊入邊，一廂情願幻想出有規律啫。嗱，咁講緊睇財務報表，研究產業前景嘅基本面分析又點呢？馬基爾承認呢一派比較科學，但實際操作上一樣係千瘡百孔。佢指出三大盲點：第一，未來根本冇得預測，一場突如其來嘅天災、人禍、戰爭或者科技革新，就可以將分析師1年前做幾百頁嘅報告變做廢紙啦。第二，企業提供嘅財務報表好多時都會經過蓄意嘅會計美化，分析師睇到嘅數可能一早已經注咗水。第三，分析師都有從眾心理㗎，佢好驚自己嘅預測同人哋嘅唔同，就會俾人炒魷魚，結果就係一齊盲目追捧唔好嘅公司，集體炒車咯。既然揀股係一場空，馬基爾就將學術界最權威嘅現代投資組合攞出嚟，用科學話俾大家聽，到底點樣先係正確看待風險。馬基爾就話，市場上面嘅風險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就叫非系統性風險，亦即係個別公司自己搞出嚟嘅大頭佛啊。例如某間公司嘅工廠突然火災，或者 CEO 爆出桃色醜聞。馬基爾就強調呢種風險完全可以透過分散投資去消滅嘅。如果你同時買咗50間甚至100間唔同行業嘅股票，就算其中一間執笠啊，對你整體財產嘅影響只係一條毛咁多啫。所以市場係唔會因為你承擔咗呢種可以避免嘅風險而俾多1毫子回報你㗎。而第二類風險呢，就叫系統性風險，即係成個大環境嘅風險啊，好似啲惡性嘅通貨膨脹啦、央行加息或者全球經濟衰退。呢一種風險呢，係冇得靠分散去消除嘅。書入邊就用咗啤打係數嚟衡量呢一種與生俱來嘅市場風險啦。基於呢一個基礎，馬基爾詳細直述咗大名鼎鼎嘅有效市場假說。呢個理論指出，股票市場嘅效率快到你冇辦法想象。每當世界出現任何關於一間公司嘅新消息，無論係好定壞，成千上萬對眼夾住市場嘅專業經理人就會喺0點幾秒之間瘋狂交易，將呢啲消息完全反映落去股價嗰度，所以股票而家呢1秒嘅價格永遠都係最公道嘅。你永遠唔使妄想喺條街執到平貨嘅漏網之魚，想長線持續咁擊敗市場，喺統計學上面根本就係一個不可能嘅任務啊！嚟到第4個核心就係俾普通人嘅投資生存指南啦。既然連愛因斯坦嚟到都戰勝唔到個市場，咁我哋呢一班普通投資者又點算好呢？
馬基爾咧就喺書嘅後半段俾出一個清晰，人人都可以跟住做嘅生存活路。馬基爾最核心嘅建議就係4個字：買入指數基金。指數基金唔會浪費時間去揀選邊一隻黑馬，佢嘅做法就係直接 copy 成個市場。例如你買追蹤標普500指數嘅基金，就等於你按比例一次過買起全美國最大嘅500間企業。馬基爾喺書入邊列出數據直述，因為指數基金係唔需要請年薪1000萬嘅經理人，亦都唔使日日買嚟買去，所以佢嘅管理費同埋交易成本平到接近免費咁滯啊！喺長線複利效應之下，呢啲慳落嚟嘅一分一毫都會變成投資者代代平安嘅真金白銀，直接令指數基金喺長線嘅表現入邊輕鬆擊敗絕大多數主動型基金啊！第二個秘訣就係根據你嘅生命週期去進行資產配置。馬基爾就指出，每個人承擔風險嘅能力取決於你未來仲可以賺幾多年錢。佢喺書入邊畫好晒具體藍圖。如果你只係一個20幾歲啱啱出社會工作嘅年輕人，因為你未來仲有大把時間去跨越呢個經濟嘅低谷，所以你嘅配置應該要極之進取。將絕大部分資金車晒落去長期高成長嘅指數基金入邊。相反，如果你已經係一個就嚟退休，需要每個月有飯食嘅老人家，咁你就應該將大部分嘅資產轉移去高品質嘅債券或者現金定存，確保資產嘅防守性同埋有足夠嘅流動性。跟住呢套隨年齡調整嘅動態配置，大家就可以安安穩穩咁樣喺收割市場上面長線增長嘅紅利啦。嚟到影片嘅最後，我哋為呢本流傳咗超過半個世紀嘅投資聖經《華爾街漫步》總結出3個需要用一生去實踐嘅核心鐵律。第一，承認市場嘅有效性，接受股票短期價格完全隨機，冇人可以預測嘅事實。戒咗盲目打聽內部消息，戒咗睇埋啲形態去估升跌嘅投機行為。唔好妄想自己會比成個市場更加聰明啦。第二，專注喺自己控制到嘅地方。我哋冇辦法控制成個市幾時大升大跌，但係我哋絕對可以控制自己嘅投資成本，主動揀啲指數基金，並且透過大範圍嘅分散投資，將呢個個別公司倒閉或者非系統性風險徹底蒸發。第三，堅持長線嘅生命週期策略。投資呢係一場馬拉松，絕對唔係一個100米短跑。根據自己嘅年齡啦，合適咁做好股債配置。只要你拍籮柚，話知個市波動，放手俾時間同埋複利息去發揮佢嘅威力，你嘅資產就會伴隨住全球經濟嘅增長，穩步邁向財富自由啦。以上就係《漫步華爾街》呢本書嘅核心內容。希望呢份嚟自經濟學界同埋市場半個世紀實證嘅智慧，可以幫你揾出發達大計，亦都可以令你用理性嘅角度去分析嘅市場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本書再見。留言話俾我知你想睇咩書，同埋分享你嘅 Boss Mind 俾我知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